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饼白解，台语安尼写饼白解。华语的翻白眼，台语讲饼白解，都是眼珠向上翻，露出大部分的眼白，所以饼白解马赛讲饼白人、吊白人，表示不屑跟鄙视，人会饼白解，表示袂爽甲不满，人会饼白解。啊，病危快要死了，嘛会饼白解。伊饼白解配白烂，爱赶紧甲送病院急救。时代甲你念几句啊，你就饼白解，实在真无礼貌。啊，我有喙讲甲无烂，伊竟然甲我饼白解。讲现代人有饼白解的习惯，那是因为看到某一寡人白目，有意识甲目睭射往单一角度，显出着大部分的白人来表示无认同。安尼通常是袂对目睭造成伤害，但是若过度伤过快速来饼白解，安尼就会去诱到目睭人，有可能有视网膜背离的风险。所以有眼科医师来呼吁，上好唔通卡袂着到饼白解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饼白解实在真趣味。